医生刚才告诉我怀孕了。难道你要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吗？你一旦杀人，我也好，我们的孩子也好，就再也没办法在一起了。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过的生活。德飞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去给你叫医生。医生，你看到我的磁带了吗？磁带？你说这个？啊，对了，手机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给。谢谢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叫医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飞哥，石彤姐，你们都在啊？小雅，小雅，你怎么来了？爷爷，我问过律师了，律师说，如果你自首的话，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。小雅，我的好孙女儿，跟爷爷过来，爷爷有话交代给你。进。刘总，警察来找你了。什么？喂，刘芳，给你报个平安，我还活着。醉。
父亲说他想明白了，如果连小雅都不能理解的话，他会找警察联系你。那样最好。你还去宿舍那边吗？王梦还下落不明，我得去找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段飞在找你。石头，不用再找了，很快在新闻上就能看。你那边有警笛的声音。警察来了，我在想，要不要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觉得我做什么？你没杀人，对吗？你没杀人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没有杀。刘峰，我相信你。不管你做了什么事，向警察坦白吧。谢谢。段飞先生，你与云石彤女士结为夫妻，你愿意应许她，无论安乐痛苦、富裕贫穷、有无疾病，你都尊重她、安慰她、帮助她，永生不离不弃。您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云石彤女士，你与段飞先生结为夫妻，你愿意应许他，无论有无疾病，你都爱护他、尊重他、帮助他，永生不离不弃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们的结婚戒指，就是你们立此誓约的凭据，也是你二人婚姻的象征。它完美的圆环，代表着生命与爱，象征永恒的爱情。请将戒指送到我这里。求主赐福这戒指，使之受者与戴者彼此相爱。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新郎，请将这枚戒指戴在你新娘的手上，
这枚戒指将永远印证你今天的庄严承诺。新娘，请将这枚戒指戴在你新郎的手上。这枚戒指将永远印证你今天的庄严承诺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，段飞先生，你可以拥吻你美丽的妻子，用你的吻告诉她你是多么的爱她。下面，我宣告，段飞先生、云诗彤女士两下宣誓，彼此合手，由授受戒指作为凭据。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宣告你二人正式结为夫妇。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转身接受来宾的祝福，开始你们新的生活吧。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。如果你再有任务的话，你会丢掉我们两个。好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已经结束任务了，你忘了呀？我不信。为什么？如果老混蛋说这次的任务非你不可，要拯救什么人或者是保护什么东西，不然坏人就会逍遥法外，你不走吗？我只是稍微能打一点的普通人。你就当自己是回超能英雄，到底会不会？我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保护不了，做什么超级英雄？我也就是随便一问，如果真的有那个问题，一定不支持你。真的呀？怎么？你还当真了？走吧。